long鼻孔做快胎，真侪囡仔拢会惊，为了卖互这囡仔会惊，好尾东区福伦社有送这个喙内快胎400支，互家护中心的囡仔。社长呢吴如田更加响应这个丰泰文教基金会活动，共同赞助福林家护中心3000公斤有机无毒的白米。啊，过来福林县政府嘛为弱势家庭、甲寄养家庭有拨252只快胎，希望讲尽一份心力帮助这弱势家庭。 疫情严重，有囡仔拢会做快胎，为了囡仔免动片仔来做快胎，好尾东区福伦社送喙内快胎400只，互家护的囡仔。那很感谢各位舍友的支持哈，能够让家护的小朋友能够受到健康的一个保障哈。福林家护中心嘛讲，快胎剂会优先送予照顾囡仔和抗力居家隔离的服务家庭。 同时，卖针对厝内囡仔济，大家庄开的家庭会送白米和民生物资给因。我们会很快的把这些快筛剂分配到每个家长手上。另外，福林县府卖为弱势家庭和寄养家庭拨255只快胎，希望当尽一份心力来甲弱势斗相共。 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